有真侪学校拢会推设特色课程，伫台南的嘉兴国小引导一个台湾西队的社团。虽然成立的时间敢若1年多，不过学生拢真有兴趣练习。去年因唔有摕到台南市传统艺术奖，今年也受到邀请去到台湾灯会表演。 今仔日西头对高声的制造礼拜开始门打7千电话，台南嘉兴国小的台湾赛队每一个囡仔面热练习，其实这个社团到今敢若一冬瓦尔。伫去年因就摕到台南市传统艺术奖的特优，今年佮互邀请去台湾灯会演出，伫短短时间煞有真好的成绩。囡仔讲主要的关键是大家拢勤练习，也佮有动作细节拢真认真，表演才会水开。 足趣味的啊！安怎讲？因为会当体会传统的迄落精神。有一寡美甲，讲做一寡小改。爱炖好好。安怎讲叫炖好好？炖过去的时阵爱停一下。以前是咱明朝的时阵，古天行关的关地的所在地，所以才有足虔诚的宗教的这信仰，互咱囡仔来熟悉以前的这定头，所以成立咱的台湾赛队。台湾赛是对武馆衍生出来一种艺阵，伫民俗传统有驱邪祭祀的意义。一般东西会当分成广东西参台湾赛两大类。教练讲，伫南部的台湾赛拢以合喙的占大多数。伫表演形式方面，因武术的成分会较重，看起来嘛偏广东西较明，所以摕西头的就真重要。爱较高强大汉，因为无像广东西头前迄个西头爱较起呢，因为西尾爱较紧起来，爱较摸起来。台湾西无咧摸即个西头的。啊，无台湾赛拢安怎做？台湾西就是拢靠武术的底。 啊，落打卡步，有那个行为的对啊。台湾赛文化对光复前就已经有啊。好亨讲，虽然社团起步无偌久，不过因坚持推出在地文化，嘛按算未来会个扩大，互表演的定式更加丰富多元化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